早晨，今日嚟到讀書會嘅時間，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高敏感族是種天賦》，副標題係肯定自己嘅獨特，感受更多，想像更多，創造更多。呢一本書呢係由丹麥嘅心理治療師伊麗絲桑德，佢用咗多年嘅諮詢經驗撰寫嘅一啲實用指南，去為高敏感族同埋內向者咧提供一啲好實用同埋具體嘅一啲生活建議嘅。試想像一下啦，你身邊有冇一啲朋友咧係高敏族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呢？高敏感族呢一詞咧係由美國嘅精神分析學者 Dr. Elaine Aron 喺1996年嘅時候提出。高敏感族咧好容易會因為外在嘅環境刺激而出現不適感，而且幾乎所有唔舒服嘅感覺咧都會被放大。例如啦，高敏感族咧好容易有以下嘅特質嘅。第一係唔中意為他人添麻煩啦，所以會收埋自己。曾經咧會為咗他人眼中嘅小事咧深受打擊，只要身邊一發生衝突咧就會想匿埋㗎啦，容易咧對生活產生罪惡感。當面對大量資訊嘅時候咧，特別容易感到焦慮㗎，討厭咧去到人多嘅地方，覺得自己咧經常性咧都做唔好唔同嘅事情啦，有完美主義嘅傾向嘅。高敏感族咧喺群體入邊咧，亦都經常性輕易咁樣被他人誤解㗎。例如啦，喺現代社會入邊咧，認為外向、活潑、積極進取嘅人咧係比較健全同埋比較有價值㗎。而高敏族咧就成日被污名化咗各種嘅標籤啦，例如係被壓抑嘅一群、多操心啦、腼腆、怕醜、神經質，更加惡劣嘅形容詞咧，會話呢個小朋友咧佢精神有啲問題啊。但係啦，高敏感族其實係擁有獨特嘅能量儲備同埋感官嘅接收器嘅，例如高敏感族可以同時吸收多項嘅資訊。佢哋可以辨識到聲音同埋氣味嘅細微差別，能夠緩慢、深入同埋多元咁樣思考，行事亦都相對謹慎啦。危機嘅處理能力非常之強，同時咧佢哋都有高度嘅同理心，好識得咧去為他人着想。同時咧，佢哋都擁有一啲好美好嘅特質，例如係想像力豐富啦、誠實、有責任感、擁有豐富嘅精神世界等等啦。回想起咧，其實大部分嘅創作人，佢哋都係高敏感族嘅一群啊，或者咧喺一般嘅人眼中咧，其實高敏感族嘅纖細敏感咧，經常性咧會俾人當成一個麻煩嘅製造者啦。所以高敏感族咧，經常性咧都會為自己定一個高嘅標準，非常之小心啦，同埋咧會去考慮到身邊唔同人嘅感受啊。咁喺呢個時候咧，我都好想去提醒翻高敏感族咧，要學識去練習點樣同自己和解啦。除咗去擁抱呢一份天賦之外咧，時常都要留意唔好俾自己嘅五感受到過度嘅刺激。喺受到刺激嘅時候咧，要將注意力集中翻喺內在嘅世界，愛自己，保護自己，學習咧點樣練習對自己仁慈啦。而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喺面對群體啦、唔同人嘅時候咧，要勇敢咁樣去做自己。喺呢本書咧，經常性咧都去提醒翻高敏感族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你必須要知道敏感咧唔係你嘅錯，而係咧呢一份天賦係會令你嘅人格咧比其他人更加嘅豐富。我哋咧需要勇敢咁樣享受你與眾不同嘅天生嘅才能同埋你嘅特質。如果咧你都有高敏感族嘅特質，或者咧有關於高敏感族人嘅故事咧，都不妨留言或者私信我哋去分享屬於你獨特嘅故事啦。我哋今日嘅讀書會就去到呢度，多謝大家。